根據2006年加拿大嘅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滿地可大約有82000多名嘅華裔僑胞，華人基督教會大約有15間，信徒大約有3000人，但係服務華裔社區嘅中心就只有零星嘅2-3個。喺2003年嘅4月1日，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喺艱難而又幾乎冇可能嘅情況之下，為咗滿地可嘅僑胞同埋信徒嘅需要，就響唐人街嘅中心地帶開設咗滿地可中信中心辦事處。中信嘅使命宣言係將教會帶到人群，將人群帶返教會。我哋嘅事工同教會有關，以及社區都有密切嘅關係，係兩者之間嘅橋樑。每日喺中信中心嘅辦事處，透過前線接待服務，包括陪同、翻譯、社會資源轉介、資訊調查、探訪以及關懷等等，平均每個月可以接觸到嘅僑胞大約有200人次，而其中未得着救恩嘅大約有70%半。我哋唔單止確實咁幫助到僑胞解決佢哋喺加拿大生活上邊所遇嘅種種困難，仲將基督嗰種豐盛嘅救恩同埋無比嘅大愛帶到佢哋生命嘅當中。青少年係全球性關注嘅問題，滿地可中信當然冇掉以輕心啦。從2006年滿地可青少年暑期宿營 SWAT Camp 開始，到依家每年舉辦嘅青少年聖誕晚會 YCC， 中信確實投入咗唔少嘅資源，為我哋華裔青少年營造咗一份屬靈向真、正面積極進取嘅風氣。咁樣唔單止對我哋一班華裔子弟嘅身心靈造成深遠嘅正面影響，仲激勵咗佢哋嘅家庭同埋佢哋識得嘅非華裔朋友或者同學。而呢份年輕嘅力量正漸漸咁樣邁向成熟，組成咗一支義工嘅團隊，服務緊我哋嘅社區。中信曾經舉辦過多個大型嘅晚會同埋籌款活動，佢哋實在出咗唔少力㗎。人口老化又係另一個世界性關注嘅問題。根據資料顯示，滿地可大約有8000名嘅華裔長者，而佢哋對生活嘅滿意程度同埋心理健康就僅僅排喺加拿大7大城市嘅最後。呢個調查令到滿地可中信中心非常之咁關注，因為咁樣，我哋成立咗友誼探訪隊，定期咁探訪唐人街附近嘅獨居長者，為佢哋提供生活上面嘅援助，了解同埋關懷心靈上面嘅需要，亦都好積極咁樣為佢哋禱告同埋講解福音，令到佢哋疲累滄桑嘅人生喺晚年得享平安，承受永生嘅福氣。滿地可中信中心透過提供各樣嘅服務，接觸到好多有需要嘅家庭，佢哋當中有以暴力解決問題嘅破碎家庭啦，單親嘅家庭啦，或者係糾纏於文化嘅差異，掙扎喺語言不通嘅環境之下。為咗呢個緣故，我哋成立咗支援同埋輔導小組，有專業嘅輔導員同埋社工協助呢啲邊緣嘅家庭，向佢哋無助嘅人生注入咗新嘅希望。為咗呼喚信徒對社會嘅關注，亦都為咗擴大同社區接觸嘅層面，我哋曾經舉辦過好多大型嘅活動，例如千歲心曲頌主恩啦、四川地震反思晚會啦、行出信望愛啦、運動日等等，全面咁樣接觸社群，正面宣揚基督嘅福音。中信中心係企向前線，幫助教會建立基督嘅新娘，係大家嘅社區中心，切實咁樣服務住我哋嘅僑胞，陪伴佢哋走過人生之中艱難嘅歲月，將佢哋引到神豐盛嘅恩典教會嘅大門裏邊。所以
我哋需要你哋嘅保護、遮蓋、支援、認同、參與同埋分擔。願你哋同我哋喺社區宣教嘅事工上面成為夥伴，共同咁樣去努力，將教會帶到人群，將人群帶返教會。